好，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云林的水南乡当地尖山卡社区，最近这几年来是设立2场的饲鸡仔场，在地乡亲来反映讲真吵，而且因阁会甲病死鸡仔乌白蛋，种种无合法的行为，引发着因的怀疑，莫非这2场是无合法的饲鸡仔场？这乡亲大家招招咧，今仔日出面来抗议，希望相关的单位会当协助甲这2座饲鸡仔场甲迁走。 在地人讲出，这1年来困扰甲心声，因为水南乡尖山卡附近，最近几年来有新设2座饲鸡仔场，在地人反映讲伤吵，而且有真一摆将死鸡乌白蛋等等无合法的行为，所以讲怀疑这2座饲鸡仔场敢是合法的。今日就去云林县政府农业处တင်情。 伊无申请水权，啊，佮无打牌、无排水的执照吼，乌白排水吼，所以造成这个农田灌溉的污染吼。在地人反映讲，这2座饲鸡仔场有乌白排废水，出来水果嘛无合法，加上离饲鸡仔场较无100公尺所在有安养院，空气影响到在地人，希望讲会使剔除这2座饲鸡仔场的登记证。 他的违法的行为确实是足以撤照，那我们当然会就是往撤照的方向来处理。 在场议员会伫后礼拜议会临时会提出讨论，社会居民希望讲，这个代志会使圆满的解决。